你讲，来介绍一下，被传去倒位。阮遮叫这仔卡的，这仔卡是阮遮的地号名。哦，这样卡。啊，以前遮靠海边啊做盐，吼掠鱼啊，啊遮拢无正水会当食嘛，头先无溪水，后来有拿到手内面有木鸡水会当食，遮附近较有人喺大。遐盘就是阮盐店会较好的物件是遐盘。哦，迄是虾落那个。对，以前是红醋是土吗？是刷？无，以前有两种，一种是土，叫土盘；另外一种叫虾盘。哦。啊，等一下游就当快一个虾盘来去。带咯。过来呀。蛋，加，飞机来龙家路里，为你打水车。这阮的国宝，那国宝最后一个拍盐的迄个国宝。咩啊？国宝你好。阮的传统的盐店。啊，你咧做打水车？有，打水车就是古早时代无电力的养路吼，就是去。拢是用水车咧引水，你用引电引水啊，引水啊，对，即摆较重就对啦，较重。啊，你我试过没？我试过买好不好？下面试过吗？欢迎。还有的吗？免好的。先踩旁边的木头。我来背去。哦，背去。好来。哦，较重啦吼。来用力踩。水上来了。哦，你踩得越快，它水上来的越快。大家去骑踏踏车，啊，你引水来就对啦吼。啊，我在爬山路安尼，愈来愈重，愈来愈轻，哇！安尼好不好玩？好嘞！你做功课的，忝的，哪边都没忝。啊，打偌久？啊，来看这个，咱的节庆水欠多啊少啊？嘿，有时候会打1点钟。1点钟，对啦，啊，无，这种较重咧的，啊，较早迄是较轻。较轻就对啊。啊，即摆早期咧拍盐吼，时间拢透着透早，啊那某啊袂晓惊，就去来打水，因为这个打种我出起来的水哦，地势较悬啊嘛，爬袂过，啊，即摆就用水车打了头3点钟，即摆就日头出来，咱的太阳出来就是要准备要收盐啊。咱那生蚝盐花啦，盐花就是我甲你讲一个吼，这就是咱的大正花池、小正花池，海水就要靠日头14日来到这都会洗啊。嘿，2礼拜。啊，洗起来吼，这盐浮的，闹风哦都袂浮起来，豆啊点了安尼。哦，沉在内底就对啊。所以啊，咱这个盐花的这个作用品质上好，啊，但是爱看天气，一当上低头3000公斤尔。啊是哦，足少哦，足少的啦。啊，这种是5体级的饭店体用的，这就是咱打像咱的花，打咧开花，所以较珍贵，较拍新，所以饭店用的是较拍新。咱的汤头较甘较香。哦，参一般人无共。啊，我带恁来好盐花。Let's go。即摆咱这个盐花哦，今仔日拄好迄个福气到，我这两位有啊。好福气到来啊！安尼好。就刚咱煮物件顶用迄个汤无？嘿，安尼，哎呀对，哦，水啦。哦，赞啦！我这头都1000块呢。啊，你安尼1000块，不是啊？干嘛店一包才35块？啊，你买无讲啦，贵盐咯，你讲贵盐是偌济？介绍偌济？等下他3000公斤、2000公斤尔。啊笑。后来我互恁好咁好，大家给咧，如何啊？结果伊好起来敢若破，但什么都无。到遐就好，因为遐风到遐就好。哇！有粗盐无吧？拢盐花吧？它就很像碎冰，有没有？哎，我唔知盐这水咧。系啊，一般感觉盐这水。你看，迄顶悬迄薄薄就是啊。对，安尼你知影。要到位啊！哦，来啊！我，哎，较低，嘿，我。哦，水啦，看卖。
哦，你河这有够水的。哎，这太阳底下的盐真的非常非常的亮晶晶的啦。哦，对，你们录起了吗？哦，这样一拿嘟起子，它就会浮上来你。就可以照进去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水。哦啦，对对，有啦，你看这边拢是咧。好煮做，食煮做就对了。不要你，阿伯，啊，今晚要来跟我用收盐，要来收。啊，我教你收。好来，安尼。啊，跟咱咧入头开就对啦。有。把遐盐弄个卤个都用啊，对吧？哦，我想要你头家。Yes 啊！谢小姐，你想要当时啊收工？海浪滔滔，我扬起朵儿往前滑。哎，就追呢，哦，这很重嘞，差不多200斤。这东西啊。哎是啊！哦，来。好重！宝贝，咱安尼敢对？对。哦，啊是讲我头拄安尼弄哦，这我较早去用的盐田无共款嘞。哎，我之前用下骹是土嘞。较早咱的台盐哦嘿，古早时代拢铺盘，无铺这张瓦片，这是瓦片哦。哟，酒翁啊，拢用玻璃酒烧出来的酒翁啊，啊，往拢会灌破，啊，台盐较摕来铺的，迄阵日本时代统治台湾50年，日本人较摕来铺的。哦，啊，迄阵土盘拢无瓦片，土盘收起来杂质足多。哦，杂质啊，哦，啊，土盘生产出来，讲究工业用盐，化工盐，这是真好。但是咱这个民生食用盐啊，咱要食的，咱要食的，对咱的卫生、对咱的身体，足无大帮助才该用这种的。啊，这有海流起来，甲顶悬是爱流啊。咱这个正常的天气哦，咱14日来到这口，14日来到这，嘿所以你买啊，买咱成品的当食爱偌久。佮再洗3、4日啦，这个3、4日18啊，天，两月啊，佮2、3日才来收完。啊，头20几天。头20日，啊，若上惊惊雨水，这拍盐就是靠天吃饭，看天吃饭。你看天就饭因为的。你若落雨就规个拢无啊。对啊对啊。啊，拢无日头嘛，无法度啊。来，还有够啊？有啦，有够啊！足咸啊啦。哦，咸哦。来。那今天是盐公茶呀？有盐公茶，盐公茶内底有啥物啊？有木薯粉，加黑糖水、乌糖水啦吼，就是咱这阳刚在做事的时阵，做到半晡啊，你的嘴抓，的时阵食乌糖水来解暑。木薯粉的话就是讲，就还袂到中昼你食饭，也饭都会枵。说对一个。袂歹啉咩？你看吗？安尼咸梅啊，梅啊。咸甜啊，咸甜甜，迄有人阮的盐。好食。哦，剩即摆还有羹。来，你上来，你上。来，去先上。哦，赞，赞。哦，你上多谢啊，谢谢啊，继续享受啊，谢谢享受啊。啊，我也是享受。虽然是拄到这个也要赶过去，但是现在真的是看到夕阳，然后坐在这里，真的是一大享受。哎呀，主要是看到的土伯，80几岁土伯啊。啊，讲啊，食加减切切。对啊，切切啊讲着做盐咪就哇，就讲不停，官腔赶快。因为这是他一辈子的行业，而且也是他一辈子最懂的知识，所以他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分享。而且你看，离时啊拢无遐济人哦，日头要落山啊，大家拢来啊，就来要看夕阳，过来拍婚纱照，你看。哦，婚纱，哦。啊，你当时要翕？哇，夕阳就水的呢吼，来看夕阳哦。